台中太平环绕路庄土地所有权争议官司已经拍48年啊，今日自救会又搁去台中市府抗议，指控讲这地政人员来量时，拢无咧提公文的，根本就是定数违法。因市政府是回应讲，这代志的详细，这2礼拜以来一定会查出一个结果。你有公文，我才叫妨害公务嘛，对不对？你有公文了，你公文先给我嘛。 对不对？台中市太平地政事务所的公务人员2日早起才来到环河路庄的人家厝买测量，居民开直报要求提出公文，测量人员煞无正面回应，越头就走。环河路庄的土地所有权争议已经完48档，有4件诉讼还搁伫咧法院审理。29自救会甲民间团体来到台中市府抗议，认为官方要偷走庭书。既然你是公务人员，我请他出示所谓的公文。 他就让我追着跑了，你不能这样偷偷摸摸的，这个叫做偷渡程序。他们把这个程序走完之后，下一个步骤就是要来拆了。出门大户，去人家要讲切，那我到别人家里，这个是你家私人的，我也要来帮你。 等于是算是侵入。太平地政事务所的代理主任陈律凯接过陈情书，自救会会长林秀芬要求市府伫彻底调查违法失职的公务人员。地政事务所嘛答应伫咧2礼拜来公布。我们都是有公文的，是没有问题的。我们都是依法行政，也是司法的部分的交代。台中市地政局强调，这个案是台中地方法院民事执行处交代太平地政事务所去办理地上物拆迁现况的测量。 因为住户反对，所以就停止作业，并无进入人家厝测量的状况，一切拢依法行政。自救会是表示，后续会佮甲律师讨论了后，对地政事务所的公务人员来提告。记者综合报道。